愿耶和华受恶恼，因为伊无将阮做食物，交互因捕食。阮的性命亲像鸟仔，脱离了鸟的罗网，罗网破离，阮就脱离。阮得到帮助是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信息第298首，快乐快乐，咱来敬拜。信息第298首，快乐快乐，阮来敬拜。快乐快乐，阮来敬拜，荣耀上帝大仁爱，心生欢喜到主面前，夜头仰望新光明，悲伤忧愁求主赶散，摇移黑暗无大活，永远快乐源头来临，灿烂光明入阮心。信息第298首，快乐快乐，阮来敬拜，请大家起立来因全首。请咱永远徛伫，用许多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他找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的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
课文第7篇，伫姓氏的后壁面1007页。课文第7篇，伫姓氏的后壁面1007页。课文第7篇，显着请做伙来刻印。天宣布上帝荣耀，即日对迄日讲话，无言无语，因的声音传到全世界。上帝为着日头伫天顶打布平，日头亲像新郎对洞房出来。对天的即边出来，西到迄边。上主的律法完全，上主的命令可靠，上主的诫命公正，上主的教示纯洁，敬畏上主着纯真。永远袂改变。上主的判断真实，完全公道。比金比真济纯金较贵重。比纯的糖米搁较甜。律法，互你的仆人得到境界。啥人袂知家己的错误？求你保守你的仆人，互伊袂故意犯罪。我就真侪无通指责的人。上主，我的避难所，我的救赎主啊！愿我的喙所讲的合你的旨意。请大家仰头来祈祷。亲爱的主，感谢你赐予阮侪侪问题，互阮平安的经过这个礼拜。搁一摆主一伫遮来学乐敬拜你。主啊，阮知伫国外疫情尤原严重。求你伸医治的手，万善保守因的一切，也求你医治因为疫情患病也是受隔离的人，也求你赐予甲困难，予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因为因阮才会使平安健康的生活。主啊，阮知台湾嘛准备要降级来恢复正常的生活，求你继续保守咱台湾，嘛保守关渡教会煞遮来的事工会当顺利来进行。嘛，兄弟的人命嘛会使借着恢复实体礼拜，甲分享来，甲透过牧师的分享来得到养赐，享受伫主里的丰盛的性命。主啊，阮嘛知阮中间嘛有身体病痛的人，求你施阮医治因，互因心灵得到平安。因为圣经安尼讲，有我的阮，你就教也，因为我的困难是伫人的软弱来成。主啊，阮知阮所有的一切拢是你所赏赐的，阮嘛知阮逐人拢有无共的需要甲欠缺。求你继续互阮用信来求，因为你甲阮讲，国祈祷的时，见若恁所求的信就得到。主啊，今仔日嘛要求圣灵到咱的中间，甲阮伫地。但是阮嘛要用主甲是阮的祈祷文，安尼祈祷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第日，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
无得传阮入地去，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阮求你听阮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阮恳求的声。上帝话记载伫哥罗西书1章28节到29节。哥罗西书1章28节到29节，到第2章1到3节。哥罗西书1章28节到29节，现着请听我来读。阮团意用逐样的智慧考劝逐人，教示逐人，要献逐人踮伫基督来完全。为着即个，我着磨，照伊出力，行伫我内面的供应来征战。第2章，因为我爱恁知，我为着恁甲遐个住伫罗迪迦的，以及见若伫肉体袂捌见着我的面的，有怎样的征战，通互因的心受安慰，伫仁爱相结连，对充满的晓悟得到一切富裕，来亲知上帝的奥妙，就是基督。见若智慧甲财宝的宝贝，拢藏伫伊。接来要请林牧师来进道，伊的题目是基督教教育的特色。各位主爱所敬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的恩典，互咱有机会搁相甲伫这疫情真算严重的时阵内底，搁有通伫实体的这个礼拜，这是真福气的代志。伫前一阵咱学校有当小学校甲中学当开学无偌久，伫个开学的时，就有人迄台翕张相，咱来看嘛。即张相可能看无啥有吼，伫遮迄搭就是有个家长爬墙有个家长伫个墙骹伫看，这主要是安怎？就是看囡仔，看迄囡仔到底咧，有个会晓但是幼儿园咧有啥物迄个状况的时，所以有遮尔紧张的代志。总是呢，咱来搁爱看另外一张这是犹太人伊个教育因个囡仔的事的情形。不管是士大人，也是因的列比，因呢，拢总伫非常真温馨。你看囡仔嘛真欢喜，真喜乐，伫遐来学习。是安怎奈安尼？因为因迄个要伫教囡仔，要读迄个人捌迄个字母迄个希伯来文的。迄个字母的时因每一个囡仔拢分一块迄个石板互因，一个石板顶面迄个字母的边会组画
拢有迄个来抹一个迄个蜜，互伊呢，即马即个你食一方面学习，若感觉野生的时就甜甜的，就真欢喜，安尼咱就知影讲，伫一个教育的即个时代的情形，因安尼一直有即个传统落来，咱的教育的传统落来，即个无共款，即种的教育的情形之下，即个是含咱基督教的教育有一个真无共款的所在，就是讲今日基督教教育含咱台湾现时的教育，即马即个两种无共款的即个教育的即个文化，是无共的。咱知影，今日是9月26，咱搁明仔载后日9月28，毋知有人知影即日是啥物无？教师节，即马差不多有足侪拢毋知影，拢袂记起来讲教师节，教师节敢有放假？没有，只纪念，只纪念，没有放假。是安怎？开只纪念没有放假，因为假期太多，惊学生囡仔荒废迄个学业。其实呢，伫某一方面看起来了，就是对这个教育的代志，有感觉愈来愈放松去，愈来愈有遐尼重视。你若来看立法院的迄个预算，你就知影，本来迄个预算，大概有偌济个比例，全国的迄个全年的预算的比例偌济，即马是偌济，这是就是即个情景。但是你看即个犹太人因的对教育的代志，以色列这个国家，伊还未成立国家的进程，因先成立迄个希伯来大学、希伯来大学，伊先成立这个大学，伫遐先去教育伊的迄个将来要用的，即个政府的官员，也是伊的即个内阁的官员，伫遐伊先伫遐去来做即个伊个教育，所以互即个国家伊个政府的官员呢，一开始的是因会通真顺利，来执政做即个统治即个国家的一个真重要的代志。这内底当然大部分有足侪拢是即个担任即个角色的，就是律比、拉比我今日即要用即个机会来咧讲介绍即个介绍即个拉比的原因，就是讲拉比即份是伫犹太是非常的受人的尊敬。咱若来看即个约翰福音第1章38参41节，咱就伫遐看起来讲，即个行洗礼约翰的学生拄着耶稣的时，就问耶稣讲：“rabbi比，你踮伫倒落？你踮伫倒落？”这是行洗礼约翰的门徒呢，对耶稣的称呼。耶稣时代的rabbi比是属于较古早犹太教中迄个rabbi比的阶层。常常因就是咧讲，就是来讲解即个摩西的5经，就是因的所谓的律法，即个律法书。你讲解遮的时呢，就是咧讲解咱的圣经的头前迄5本，就是创世纪、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甲申命记这5本。所以伊若要做一个rabbi比的是伊上界基本的，伊就会当学遮迄搭的物件。就是讲，即
至少呢，即托拉即个经典即5本，就当爱先学习，安尼伊才会当来开班来教。而且即个积分呢是伊个无无机质就是伊个无薪水的因是自愿得出来做的。总是现代的即个列比呢，就是对第2世纪开始，这犹太教的中的即个列比是一群受过完整的即个犹太文化的训练，甲研究的犹太的律法经文，正式受过专业的团体的即个承认了后，因才会当经常伫即个犹太人的会堂伫遐来讲解即个因犹太的经文，甲犹太的传统文化礼仪。因的身份有较像今仔日的即个基督教的牧师，基督教的牧师，总是因是伫犹太人因内底一个会当讲是即个属灵方面的即个领袖，所以因的常常也是伫因的日常的生活中来去做即个裁判的工作，就是伫采购的工作。最近呢，因遮列比有要推行一个运动就是讲要把迄个耶稣来请倒转去因的厝里，讲将耶稣带转去因的厝，意思就是讲将耶稣来带去倒转因犹太教，因为过去2000年来即个犹太人因对本来对即个耶稣基督甲即个基督徒，拢非常的有即个歹的对待，也是真仇视真即个对待遮的迄个拒绝，和遮的基督徒也是非常的有即个敌对的现象。某一方面来看，这嘛是一种新热，对伫安尼，咱会通了解基督教的教育，甲即个犹太人的文化，伫即个深的因缘中内底，咱若想要了解这个代志，其实透过这个列比因的角色，咱就会当来看见这个代志。我毋知咱中间有偌济人，你捌听过哈佛，就是哈佛大学，捌听过？举手。Princeton 有无听过？耶鲁，这头拄讲这所有的这几间所谓常春藤这学校，拢总是基督教的大学，而且呢，这大学拢总是伫美国，因还未独立进前，就是还未独立进前，伫1636年，头前第一间就是这个哈佛大学，伊这个设立的人是一位牧师，就是这个哈佛这个牧师。伊设立的是迄个时阵呢，伊对所有的教育拢总无互因学生来出钱，你要来读就来读到那即经过385冬了后，因呢拢总到今仔日为止，因培养161位的诺贝尔奖金，Nobel 这个 prize， 这个诺贝尔奖金，因有161个。我算算拄差不多，伊安尼就较免2冬就有一个就是哈佛毕业，就是哈佛毕业。
所以咱就知影讲，即个学校伊的传统，伊的真好的优良传统，伊的根本德是伫对。有一个哈佛毕业生华人哈佛毕业生，伊捌安尼讲，哈佛其实并无欠缺真聪明的人，但是伫哈佛内底却是不断伫遐搭来伫提醒讲，咱每一个人伫咧追求真理的即个过程中，一定爱谦卑，搁谦卑。听你讲真实哈！伫咧追求成功的过程中，必须要遵守即个诚实的原则。如果你若是轻视即个诚实的重要性，就是你搁较得到偌尼成功，即个成功伫即个真理的面头前，也是连这么价值都拢无。因为原来哈佛即个大学伊的校训，就是或者 veritas 即个拉丁文veritas 的意思就是 truth， 就是真理。伊是对即个真理、即个女神的名出来veritas。所以拉丁文你若看遮耶鲁还是普林斯顿，遮因拢有因拉丁文的即个校训，拢用拉丁文写。接续我想要用一点时间来介绍咱的好厝边就是基督书院基督书院。我毋知影咱有摕到秀玲有摕到一张无？然后摕到即张有即张是较好解说啦基督书院呢，伊现在呢，伊已经即个教育部来立案叫做台北基督学院基督学院即个大学呢，真正特别，因为伊是拄咱迄个中华民国开国以来，伫咱的教育部的即个教育的法规内底，独一间的学校是直接对基督的名写伫咧顶面。伊的英语叫做 Christ College， 就是基督的学校。你来看迄个，无论倒一个迄款迄个学校，拢总无头前拢着爱搁加什么，讲即间学校是用基督，所以这嘛是真正上帝真正特别，互咱即个台湾即个基督书院一个真正的一个稳定另外一方面，伊上头用即个书院原本是伫，因为伫过去因伫迄款迄个经营书院，就是读册的所在。其实毋是干读册尔，就是因的生活，有若都拢伫迄个中心，有若拢伫迄个所在。即个创校的校长是贾美牧师。即个牧师伊的老爸嘛是一个传教士当时因拢是伫中国迄边遐搭咧宣教。伊伫1959年的时，就是民国48年来即个内政部来登记立案来登记立案。伊的校训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即个写伫伊的学校迄款迄个礼拜堂厅顶悬遐贾美牧师呢，伊创设
到单拄啊，今仔日拄啊差不多有63年，63年的时间，差不多有1万个好友，1万个好友，四散伫即个全世界。伊伫即60几冬内底，伊培养出差不多有200位的牧者，甲宣教师，200位的牧者、宣教师，差不多伫咱的即个我算算，差不多头3冬，3冬，无应该讲起来讲，一冬会当培养差不多3个即个牧师也是传教者，这嘛是一个真个上帝恩典。我头拄仔讲，咱每一个人，咱手里来睇，咱来看即个地方遮头有一栋，即栋就是因的行政大楼。要介绍即栋行政大楼，伊的原因呢，就是讲，即栋行政大楼迄个大门的所在，遐头应该有4支红条啊。你感觉起来，迄含啥物会介绍？伊即栋大楼即个行政大楼，就是伊款迄个设计圆山饭店。5星级饭店圆山饭店，共一个设计者萧泽兰，所以我常常咧笑讲咱无法度去住圆山但是拢住伫迄个5星级的教室咧上课，这是这个建筑物。另外一个建筑物就是这个。咱的即张的正手边的上下骹，上下骹，即个圆形，有个人讲伊亲像个飞碟安尼其实即个是一个伊安尼的，伊的概念是伊的，即个是一个伊的副校长，即个Mr. Farlow 伊对上帝遐来，互伊灵感。伊本身是一个犹太人，伊就是即个物件呢，就是讲，咱若看犹太人因有戴一顶个头壳，戴一顶个细甲顶个帽迄个小圆帽有无？迄细甲顶个帽伊就是用迄个概念来咧去，伊个原理由就是讲。这个上帝的祝福，就是透过这个上帝的祝福，是透过这个小圆帽，来祝福这个人的身躯顶。伊呢，所以伊设计一间教堂的时，伊就是利用这个来讲，让上帝的恩典。有来当透过即个教会教堂，来祝福伫遐搭咧聚会的每一个人，即个是因对透过即个教堂来伫祝福伫遐咧聚会每一个人，这嘛是一个真趣味。这 Mr. Farlow 伊真趣味，伊本身。是一个迄个建筑师但是呢，伊伫迄个时阵伊咧教伊是伫教天文学、天文学，所以呢，即个若伫上夜课拢差不多是暗时，拢爱去看迄个真远的望远镜，真趣味即内底行政大楼即栋内底有一个算是因的学校，另外一个来看起来是会当讲传家之宝，因为这是第2届的毕业生
因所送的这个纪念品啊，咱来看这个PowerPoint 上面顶，好，这个无啥清楚，不过会当迄个看，这是一个册字啦吼，草书迄顶管写啥物？神爱世人神爱世人，这个是草书诶大书法家就是于右任写特别要介绍的原因，就是请咱看第三字第三字，你感觉安怎？伊世界的世，伊安尼写，你有发现到啥物无？有3个十字架，对吧？3个十字架，这是真正真奇妙的代志伫咱中文才有法度通安尼来表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咱这3个十字架从耶稣基督伊救赎这个世界，是咱是受救赎的世日所以上帝疼世间人，就是透过耶稣基督来拯救咱世间人的灵魂这是嘛是一个真趣味的一个物件这个学校伊内底中心内底有写讲，因上顶管写有一个叫做基督教博雅学系。有个人咧讲，这博雅是啥物意思博雅其实就是这是香港人的翻译，其实就是文理学院啦，就是即马有大概做自然科甲即个社会科即个分别的是，但是因即个学校就是以前拢文理拢总爱学其实常春藤大学在美国即9间即摆应该讲起来是9间10间这学校呢拢总是一开始的是拢总是文理学院尾后才分出来因呢这个学院内底的科目就是讲阮也有真好的这个科学的物件所以呢，因拢请真好的老师拢请真好的老师他拄仔咧讲到这个学校这建筑物以外伊的学生有诶嘛真算起来嘛真优秀咱他拄仔咧讲迄个是安怎拉丁文甲即个希腊文，因伫遐搭要学习，就是因为拉丁文呢，就是伫欧洲足侪国家，因的语言拢是拉丁文，落去拢演变出来。希伯来文就是要读神学的时拢一定爱读的物件人家所谓讲是上帝的语言伊所以呢，伫真内底因接受着你爱共款爱有即个古早的语言的修养的修养甲现代的语言的即个修养这是因的教学的一个原则其实伊他拄仔讲到这老师甲科目其实伊的学生伊的这校友内底有哪有真特别的真趣味的就是伊第一届毕业生第一届毕业生即个毕业生伊
是建中毕业的，伊伫不管是拢头壳底拢总是咧背英文啊。伊背英文的方式就是英文的字典即啊一页背了，搁第二页搁背了，伊会来跳掉，就跳掉，安尼逐日一日看背几张，背几偌济英文伊就跳掉。换一句话就是讲，伊对遮的英文真正有真深的伊看伊就受真好的教育。第二就是本来拉丁文是院长家己咧教，4档后了后，这拉丁文就是院长对这个拉丁文就教互这个学生去，这个毕业生去教。上时伊嘛是这个院长伊会教启示录，启示录咧不真难的这个英文嘛是拢伊咧做翻译那这是后来这个校友呢，伊就去美国一个新学院去教册就红木伫无会，即摆人搁伫美国加州。这第二个我想爱要讲的，就是一个比较较近代的一个伊看迄个校友，伊是咧做即个直销上届敢讲真早即个直销的即个伊看迄个公司伫遐搭，伫台湾做了不止真好，后来呢？伫差不多30年前，伊就开始拄呾，甚至是还未开放进前，伊就入去到内蒙古迄个所在，去遐搭上头，伊就是用即个讲道伫遐搭传福音，过来开始卖伊的物件，卖伊的产品后来。伊搁伫遐搭挂演讲，渐渐愈来要听即个伊的演讲愈来愈侪要听伊即个伊款迄个产品的说明等等，愈来愈侪，所以伊就开始收费伫迄个时阵差不多一个迄个工人差不多400块人民币的时阵伊一个总收20块，不止真悬的费用，20块的费用入去听，一场2、3千个安尼，嘛有即种的学生搁有一个搁较晚一点咱最近定咧唱。就是有一首即个台语的诗歌，或者若是有你伫我的性命，即首诗歌作者写词甲作曲的，即摆嘛是一个就是伫屏东即个和平教会牧师即个葛牧师不止还佫真少年伊是读英文系，总是伊伫学校的一个福音的诗歌的比赛伊安尼就遐搭创作出来一首的歌曲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感动真侪个人。我要讲这原因，就是咧讲伫即个校内底，伊所学习、所教出来学生，就是照伫圣经哥罗西书咱头拄所读的哥罗西书1章28到29节，咱记载讲咱阮团以用逐样的智慧，苦劝逐人，教示逐人，要显逐人踮伫基督来完全。为着遮个，我叫我照伊
出力行伫我内面的功用来征战。传伊就是要来传耶稣基督拯救外邦人，世间人，所以毋是讲独独犹太人有这个福音。上帝听世间人，嘛毋是讲犹太人，就是全世界人。所以，基督徒伊嘛有收遐未信者啦，所以伊毋是新行院讲收基督徒，毋是有收一寡未信者，伫因接受适当的即个基督教教育了后，会当到尾从其尾因会当来信即个耶稣基督做因的救主29节保罗先生讲，照伊出力行伫我内面的功用来征战。这是这个意思就亲像讲咱伫顶月日，咱咧看日本东京即个迄个奥林匹克的运动会时，遐运动员因咧伫比赛中间，最后会当得到奖牌，迄种的努力的出力的情形保罗就是用即种的精神甲即种的气力去传福音可劝这教示逐个人互这个人会当变成信徒甲因完完全全带因到上帝的面头前，这才是基督教教育伊的一个上界大的特色伊的特色伫咧遮，就是讲得教的这个人因的出力尽本分的情形是到这个情形美国有某一位真出名的教育家捌安尼讲基督教教育的任务甲伊的特色，头一项就是爱带这学生有即个活泼的灵命，甲上帝有直接的关系。第二项就对伫公义甲真理有真敏感的即个感觉。第三项就是会当用心神深深去思念上帝，三思上帝的话语。第四就是会当知影啥物是对，啥物是毋对，会做即种的决断。第五就是知影通体贴遐较软弱弱小的听心。第六项就是会当欣赏即个物件的水甲歹第七项就是互学生有一个真强壮的即个身体。所以咱的国家对遐来讲做是一个连地体群美即个教育咱的方式所以基督教育伊的重心就是学生的心。基督教教育是咧介绍耶稣基督，互每一位学生知影上帝对因的疼，人物人生的意义甲目标，就是要荣光上帝，要利益家己的同胞，进一步会当伫社会、家庭、甲即个国家、甲教会做光做盐，来反映出基督的光辉。主耶稣基督虽然伫个一生内底无有去过什么任何一间学校，但是今仔日有真侪这个学校、教会拢伫遐伫研究、讨论、探索伊的即个教示。主耶稣用伊家己本身的身教来做典范。咱即马伫讲典范的转移，伊身教甲即个言教，拢总来做一个典范，伫望伊的子民会通亲像伊，会当来荣光上帝。这是伊对咱世间人的一个呼吁。咱三个后台记得。
亲爱的主，阮感谢你，阮特别伫即个时阵也为着基督徒来祈祷，因为最近因有要换新的校长，恳求主你也带领因的同工，甲因的学生，伫新的一冬，会通照着主你的心意的带领，有主你的同在，下面萨甲伫咧继续施恩伫即个学校中间。我也感谢你，透过你家己的言语来帮助阮，互阮更较认捌基督教育的重要性，甲基督教育对于即个社会的帮助。阮伫即时伫你面前安尼感恩谢谢，靠耶稣的圣名，阿门。信息第498首，主的福音真道理。信息第498首，主的福音真道理。主的福音真道理，人人着听伊教示。若是有听无去行，就是开花无结子。请大家起立来因全首。主的福音真道理，人人着听伊教示。若是有听无去行，就是开花无结子。咱在天父所欢喜，就是信息谈道理，坚信看依靠求主，真来行福音更义，着结信息的果子，仁爱和平甲欢喜，忍耐忍辱甲良善，温柔结子各重视，但求信心来扶持，彰化心田那个天，世界小真帮奥秘，专心得主无三离。会众请坐，这是要来奉献，请秀珠甲玉芬执事。这时要来请主理学来献诗，
伊的献诗的歌曲是《我是主羊》。青草地爱现在溪水畔，万物是主的无定路同行，路程上万事主的无敌羊都强壮。我是主羊，青草地溪水畔，万物是与我同行。一步一，顺山的溪，就听我踏青草地爱现在溪水旁，万物是出的无力路同行，路程上凡是出的无敌羊都相撞。我是主羊，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你心经感受我。溪水旁，万物是处处与我同行，黑暗夜如崎岖，一步一。上继续，你听我踏青草地爱现在溪水旁，万物是主的无定路同行，路程上凡是属的不一样都强壮。我是主羊，是主羊。好，再见。即时请听我来报告。报告大新先来读锦州的金句。台语的2摆，华语的1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根本，捌迄位信的者就是聪明。真言9章10。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根本，捌迄位信者就是聪明。言9章10。为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言9章10节。感谢来关注家训。感谢林英向牧师今仔主理用上主的文物来养持咱的灵命。
愿主纪念伊的辛劳。第三点，4月到9月事工甲事奉计划表一定放伫咧本会的赖群组甲教会公布栏，请中职甲参与服侍的兄姊家己来看。10月到12月的新安宫读经手册已经放伫咧招待桌，请兄姊半时间来教会领取，建立每一日的灵修生活。本周3的查经祈祷会是释传长老来主理，欢迎兄姊踊跃出席参加，互阮用祈祷来建造合意的教会。本会嘛会同步用线顶直播的方式来进行，欢迎兄姊加入线上祈祷会的行列。第6点，本会要伫10月10号举行新礼典，要参加新灵洗礼、更新礼甲小儿洗礼的兄姊，请用过牧师报告来安排慕道班的课程。第7，原定10月24要伫桃园复兴三民教会举办的亚活礼拜，因为疫情的关系，而且教会伫咧防疫的时间内底无法度容纳超过80人以上的聚会的人数，所以阮要决意要延期来举办，请大家继续为即个事工来祈祷。第8点，本会定半年度的小组织因为疫情的关系暂停举办，要伫后半年甲感恩节后半年的做伙来举办，请兄姊有预备心来为即个事工奉献。第9点，请兄姊继续来关心本会所举办的福德里社区独居老人甲弱势家庭共餐的事工，代祷甲奉献。其他教界消息甲代祷的生活，请大家来看。奉献报告者若是有错误的会计财务部才来订正。事奉报告，后洲的书会是曾世雄执事，书记是薛真姊妹，华务的书记是薛真姊妹，台务的书记是婉璇姊妹，书宪是周浩甲陈文执事。其他请大家家己来看。水产长要讲好。咱正受阮的主内兄弟姊妹，大家好，大家平安。伫遮即个真感谢即个咱林牧师吼，咱郭牧师伫即礼拜甲后礼拜伫休年假中间吼，伊伫遮会当来分享信息伫咱的中间，互咱的即个灵命搁再一遍得到造就吼，所以咱也真感谢林牧师吼。第2件吼，补充报告吼，有关即个亚活礼拜的代志吼，真抱歉啦吼，因为本来是大家吼会感觉讲会当利用即个厝吼去野外亲睦者吼，不过因为疫情搁无讲降为普通的级数吼，所以即个三民教会因嘛考虑因的场所吼有限啦吼，因为目前搁是80人聚会限制哈，所以那搁加咱教会去可会已经是超过哈所以即点咱也考虑本来搁有咧考虑是毋是做其他的计划吼，但是因为其他的所在嘛有即款的即个考虑啦吼，所以咱就将即个亚活礼拜的时间吼延为后壁吼较适当的时阵咱才来举办吼，所以伫遮甲咱兄弟抱歉，检采已经有几位已经报名吼所以咱即暂时就无搁报名的办理吼
搁煞接搁再提醒咱朝鲜有提供咱即个组长老甲组长老娘因所收藏的即个地具啦搁即个餐具以及厨房的即个器具咱知影因过去足够料理的即个华语讲一句话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因会会当做遮好的料理嘛，是有一寡真好的餐具所以即马有放伫外口咱毋免客气咱毋免客气咱就咱感觉咱有需要咱就会当甲摕去若无遮检采，咱搁一段时间咱可能就要做处理所以咱。会当伫礼拜煞咱会当去遐选择啦搁最后一项是真欢喜的代志就是咱的上温已经大学毕业啊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即马说大家讲毋知影咱遮学生到底什么时阵毕业所以即个咱的春代啦、细阳。即个所即栽培的即个上温已经毕业伫明仔就要去台中成功岭去为国家、为咱百姓来拍拼，要做兵所以这嘛是真好的代志然后做兵煞，伊就有要出国的一寡规划伫咱求上帝来带领保守即个少年人伊过去嘛伫咱教会做真好的服侍所以咱嘛甲因祝福以上报告。做伙来因祝福诗信息第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请大家起立来因全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归是心地安宁，甲你分享主的听堂，亲像长老活水，伫蒙雾暗暝看见主的歌。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予你心地安宁，甲你分享主的听堂，亲像长老活水。伫蒙雾暗暝看见主的歌。咱大家来接受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听堂、圣神的沟通甲感动。常常互咱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世大无尽。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礼拜到遮，请这灭道避讳，彼此平安。